今仔日有读册会，这读册会就是教会举办线顶的，就是看到白话字照念，毋过我可能嘛紧张嘛，想要紧家读出来，莫互别人伫等。变做讲，其实发音有足侪无正确第三声甲都较无遐明显。而且嘛，有可能有一寡音就是无准。毋过加在部师就是有开时间甲我指导，因为伊想讲我定定就是音拢真无正确，伊就拨时间讲甲我改进。毋过就变做讲，即个发音的问题，就是若真拍拼，毋过就是有一寡音就是走音去，就是爱豆豆训练。就亲像讲，我听广播电台有一寡什物婚龄的台语协会，有可能就是迄个人可能比我大5、6岁照讲应该是台语还袂歹，毋过因为是女性，女性就是较听话伫咱的即个体制，咱即个社会做听即个体制话，所以讲拢学校讲袂当讲台语煞毋敢讲，变做即马嘛断暂诚久，毋过伊想要家捡转来，伊发音嘛是感觉讲有一寡无正确。毋过，就变做这，有可能就像讲中文嘛，犹原有一寡人无正确，毋过逐家无遐要义吼。毋过台语就较无共吼，逐家就是讲会去纠正因为较弱势语言变做讲你爱讲甲足正确，逐家较会包容。若讲是较强势语言，逐家就较袂安尼吼，就是会。颠倒会伸久的空间较大，即马我就是有豆豆训练讲是毋是我想要第一公司互人重视，互人牵心，我的成绩有大家会甲我奖励顶司会甲我奖励，看在眼内。这就是一种像我看 YouTube 影片伊讲的一个叫阿德勒的人心理学家有讲咱其实即个意识内底，家己毋知影的意识有可能拢已经着即个体制去控制，就亲像讲以中文、汉文、中国字、有中国文化思想为主体咱可能已经变做讲，即个意识咱拢袂去发觉会感觉讲，这就是有影的代志啊，这毋免去犹豫所以讲有一寡代志，有可能我嘛受到即个影响，就是大家讲，伫咧公司就是爱拍拼安尼较有创造家己的价值，就是咱会想讲，即个家己的价值拢是爱甲会当互你好食穿，较好讨趁，上好是拄啊好搭着时机凊彩做无才调犹原大趁钱，大家拢有即种梦想。所以讲，咱的头壳内底拢替有写诚济即个设定就变做讲，做任何代志拢想要别人的奖励，抑是讲即个社会有互你一寡奖励，无就是即个顶司互你有好的薪水，无就是讲去别位公司嘛较济人爱请。这变做讲，即个物件其实已经伫转世伫咧咱的身躯边伫咧咱的头壳内拢转世诚久，咱拢感觉是做自然白沙仔空气共款，毋过会互咱一寡痛苦。为安怎呢？因为这就是一种竞争啊！咱做万项代志，就算是讲吹沙台语、讲台语犹原共款亲像白话字的即种团体，
有可能我着想讲啊，即个迄笔有甲我重视哦，啥物人吼去看要安怎讲有甲伊重视吼，有重点甲伊栽培吼，咱拢会想较孝顺吼，孝顺即种成就有安怎？即是共款的源头，就是咱的头壳内底已经家己拢毋知影拢是想要互别人奖励无奖励就想讲我做这代志实在无意义这会变做讲我写册写小说犹原是共款，无人看我哪会需要写咧讲台语讲台语就无啥物好康诶我煞莫讲去学别项因为即马即个台湾的环境学台语的即个成本，佮有伊的时间伊的成就感，可能甲学日文、英文无较赢就变做有的人会安尼想，伊若学英文伊若安怎讲会去讲几句仔英文，无就是伊伫即个外口去看英文听英文的歌无伊的资料摕出来拢全英文大家拢会哇伊家己嘛真有即种写拍变做讲这都是咱拢会想着即种价值体制咱拢替伊影响，拢互伊拔掉的。毋过咱毋知，咱会想讲，这就是一个人会去看市场，看即个市场需要安怎的人紧我去遐去为未来做准备。咱拢甲这当做一个真理就是少年的时阵，无好好观察即个人世间需要啥物物件较好食，先较会互人重视若讲干那做家己兴做的代志无去争一个位妥当的位无去抢一个好的一个位变做食老就伫遐流浪伫遐世界拢互人看轻互人伫遐紧来紧去煞嘛无紧着你。咱的头壳内底会惊吓即种状况，所以讲咱会为即个社会即个有权利的人有资源的人，顶时好野人有名的人咱会去挖因希望讲甲因较挖近，而且会当讲会足亲像因呢，甲因做一种模仿想要仿遮会有成就的人想要知影讲因是安怎成功的，就是咱会想讲这是成功，咱袂想讲这是一种洗脑因为洗脑拢想着的拢是政治宗教，煞毋知影讲其实咱的社会足济互咱无足物质忧闷抑是讲咱即马中文讲甲写叫煞讲看轻某语这其实拢是一种洗脑毋过咱拢毋知，因为咱若讲会使甲别人共款，咱就想讲应该就是都毋免惊讲行毋知路做安全毋过奇怪，若是也是愈来愈紧张，愈来愈惊吓毋过咱袂想讲是因为咱的即个替洗脑去，咱可能甲别人竞争造成的。有的人可能有即种智觉因会去学一寡新心灵去发掘家己内在价值毋过佫较济人是安怎？伊会想讲是我学甲无够是我可能佫爱照顾家庭时间无够用是我无够少年无就是讲我当初时读科系都毋是足时行的都毋是讲
诚顺，安怎讲，诚食芳诶，就是会安尼想。其实是因为讲，咱拢一直伫追求，一直看家己有够安全无，有够优势无，咱诶排列到底是排第几名？若身躯边有人出现啊，咱就会看讲会威胁无？有时阵拢足侪失落感的就是讲，这人为安怎替人牵绳？我嘛做甲无遐差，是我运气无啥好我做这项拄仔好，无说哩就是较衰一个 case，咱拢会去安尼想。无想讲，其实是咱入去即个游戏内底，所以咱会趁一寡无安全感，趁一寡讲在拢输别人趁一寡惊吓，趁一寡悲伤，讲自卑，讲我哪会就是无别人好咱毋知影讲这是一种洗脑，所以讲，咱会相信这套，相信这套了后，当然看万项代志拢是信的就亲像阮翁伊若就是感觉伊是中国人足爱中国字、汉文化、中国文化。安尼你甲伊讲是讲袂通诶，伊就是感觉就是中国诶物件较好，伊嘛袂去承认，就讲这就是有影好，毋是我感觉伊好，是真正好。所以讲，咱若讲伫即个社会去讲即个社会伊诶游戏、伊诶规则、伊诶伊要互逐个人就是去甲家己争做一个即个有钱人、好野人政府需要的人毋免管你本来是安怎的人咱足侪人嘛是拢总去，搁家己去开钱，甲家己变做别人，变做一个社会企业家需要的一个下骹手人为做别人的下骹手人去准备毋过即个时阵，咱嘛袂感觉讲足奇怪而且会感觉讲我若讲做甲诚好，我就足欢喜；做甲无够好，我就怪家己。所以讲爱安怎莫互家己有诚惊吓，无就诚怨叹怨叹讲哪会别人较有才调，哪有别人较好运偏偏是上班有人互即个顶死牺牲替顶死牵绳，互顶死会感觉讲会当较物质为安怎我就做袂到？为安怎？因为咱就是互洗脑无够彻底。其实就是原因诚简单，就是安尼。毋过咱着为这洗脑洗一半，咱阁足艰苦的，阁足惊别人惊讲阁有人来伊是毋是会互我足侪威胁？我是毋是啥物时阵就会无头路？啥物时阵就替互人领导？即种游戏一直转势白沙走马灯就是咱拢无法度去脱离即种思考，即种思考就互咱人就是一直伫即人世间找无家己的价值亲像我若讲去做一寡台语的事工诚有价值。我就莫想讲做这嘛无效这嘛无人要伊这以后这少年囡仔嘛无得讲这可能以后就是白了工就是讲有可能替即个社会洗脑，咱就需要讲即个物件会当
短期内吼，就看到利益吼，嘛有可能讲做诚久，嘛真正随味，咱嘛会惊吓，就亲像讲咱找去一间公司吼食头路，就会烦恼即个公司可能即个产业吼是随味，无就是公司袂晓经营吼，就会倒去。即是共款的物件，咱用共款的理路去看待咱即马逐工上班的公司同事、顶司，犹原是用共款的理路去看待讲即个咱去做台语的事工吼。奇怪，哪会无人欣赏，无人牵心？奇怪，我哪会遐拍拼，犹原做袂好势？即因就是走去，因就是无准，咱就开始欣赏，讲有一寡人吼，是真巧，是安怎有语言的天分，安尼共款时间去开始来学台语吼，甲台语捡转来，伊就比我较厉害呢，安怎？这其实就是共款的理路啊，伫公司安尼想，下班了后。看到台语吼，犹原是即种思想，犹原是安尼去识别家己吼，讲我哪会遐笨桶，哪会无法度像啥物人共款，就开始欣赏某物人，就是理路无改，即种洗脑其实嘛无改变，所以讲即个剧会一直重复，就像讲有诶人。可能伫感情的路里吼，伊就是讲以前拢是找无共款性别的人吼，有一寡失败经验，伊就开始讲我换同性的，伊家是会成功，煞犹原是失败，有可能伊用共款的理路去转世，所以讲，就是家己的思想爱较。讨白吼，无实在是吼，逐工拢是较痛苦，拢会想讲，因为用共款的想法，咱这毕业了后去公司食头路吼，除非就是讲互升官无升别人，敢若升你这个人，有可能欢喜几工仔吼，就安尼尔。咱拢毋捌吼真快乐，无就是讲去一个新公司面试，结果家己落选啊，毋是家己互人摕着聘书吼，就欢喜几工，有成就感，感觉未来充满希望。拢共款啊，因为咱理路无改吼，变做讲咱安怎做吼，拢共款，互咱痛苦的理由吼，其实拢是共款的。背后的运作吼，咱可能就想讲，爱有人重视，爱有人鼓励，上好有一寡金钱啊、地位啊，这是搁较好的。那安尼就较值得做，无安尼家己咱苦苦啊做，结果吼，啥物人拢无要无伊，安尼实在是有。就是即种理路会变做讲，我写册写小说嘛，想讲爱济人爱看，至少有几个人。若讲今仔日有一个人看，我就袂满足，我就想讲应该爱有100个人看。若今仔日有100个人看，我就开始望看有500个人看无。所以讲。我犹原是共款的痛苦，是因为我的理路拢共款，爱改变的，毋是讲我今仔日吼为写小说吼，换做去学台语啊，写台语、学台语吼，讲台语吼。其实爱改变的是我家己的理路，就是讲为安怎拢是即个社会互我即套洗脑的即套。拢无改变，做啥物代志，毋茫讲爱有鼓励，爱有一个机制，这个机制就是会互你feedback的即个机制。若无实在做的就先啊，
这热情可能真久，真紧吼，都走去啊。所以这是咱人吼做人上烦恼吼，烦恼的原因之一吼。所以讲爱改变的是，我的价值观、我的想法、我的替互人洗脑的即种以为吼，有足侪人拢是以中国文化吼中文为主，伊嘛是讲一套啊，嘛讲甲安尼有骹有手有影有正，毋过这敢是真诶？所以讲我即摆若用即种理路讲，我今仔日就是爱有即个找着一个好公司，爱有去培养一个顶面诶人吼，会互我说服吼，就是讲做共款诶代志哦。毋过就有诶人做，就是顶面就有介意，有诶人做，这顶死就袂介意，就是想办法互家己正做一个顶死会介意诶即种角色。这是毋是家己无要紧啊？这家己无啥物价值，爱有正做一个即个游戏内底吼，即种角色是较好康诶，咱就变做是即种理路。毋过咱嘛是会讲甲即套有骹有手啊，咱嘛袂去妖伊讲有啥物无拄好诶所在。所以我即摆会当改变诶，就是家己头壳内底迄个理路，就是安尼以上。